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少子化的问题，伫全国来讲，已经是真普遍的现象。议员刘坤豪指出，去年台南市总共有5580件生育奖励金，托育津贴总共补助8万多人。即阵市府对着这个数字敢唔满意，希望台南市会当提出更较实际的作为来鼓励生育。你这些补助，我们台南市的那个人口都没有增加，你这样认为够吗？在政策上，你会愿意对于增加新生儿的出生率，工作上有做些什么功夫啊？除了生育补助以外，即摆就是按出世加4岁哈，咱一般的民众，咱一般就会补助任何不分这个不分这个他的收入哈，只要年轻夫妇他每年都会有3万块的托育。今年的预算哈，毛提出一个4亿。好，就是希望补助私立幼儿园，让他收费。你在增加市民出生率上的具体做法？是，我在书面提供。你在书面提供给我好不好？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支付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议员刘坤豪认为，既然台南自称是智慧城市，但竟然农业的普及使用，根本无资格号做智慧城市。研究会表示，等待法令限制放松，银行就会愿意配合，各是市区就会当来协助推动。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蔡苏秋金关心7个地区观光发展，指出龙山渔港爆发，曾经有民众不幸跌落水内，发生意外，有安全疑虑。而南华属于观光渔船使用，周边的设施无够完善，游客上下船有危险性。议员烦恼一旦发生意外，恐惊会破坏观光形象，所以要求相关局处尽速改善设施。遮南岸吼，伊拢有即个提高即个观光的仪法啦。共款你看，如果你要观光坐这迪牌啊，你敢有迄个安全感？局长，你先下讲，你若要坐这，你敢有感觉有迄个安全感？敢有？这款的设备吼，实在讲起来较简陋了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后哈再去看看研究怎么样来做了哈。因为它的环境不好，设施不好。安全不好，你看要来推动观光，这样好一个卖点，这样好绩优股，这样好一个经济价值的所在，恁拢无要做关心，安尼等你也看啦，那真正100届要跋一届啦吼，这破坏着咱台湾人的形象的观光旅游的形象呢。你想爱遐用心也做处理，你认为爱改善咱做一次，伊也做会刊，该做的人民真情的。市民真情的、里面真情的，咱拢来纳入做考虑，好不好？好。为了打造7个成为台南观光的新亮点，议员争取将龙山渔港列为前瞻计划的项目当中，希望带动地区发展。第一代理市长李梦燕表示，将会以水环境也就是观光设施提案来争取前瞻计划。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有真侪贯穿伫铁道以后，拢变成废弃的空地，佮生满杂草，欠缺整理。议员李坤宏建议会当利用这寡现地的土地来设置贯穿文物馆，将侪充满贯穿历史的文物，透过这个场馆来好好保存，也互更较侪人会当借此深入了解贯穿的文化。在这边规划一个眷村文物馆，我这么空地成果。因为文物可以有一个公开展示的空间，虽然贯穿是外来的，咱所讲的外来文化，不过毕竟在这个所在，在我们这个地方，咱绝对讲的也是台南市文化的一部分，咱嘛爱甲保留起来。我之前跟国防部军备局谈过，他其实因为在国防部内部对这个部分没有任何的定义去定义何谓眷村文物馆，它的涵盖的范围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是国防部内部一直比较被动的原因也在这里。国防部被动，咱来主动啊。是。咱无去清楚，他们搁在一边。是啊，因为阮过去有去他们讲过这个问题，伊就讲，因为国防部内部从来没有对这个部分加以定义，所以会变成说，他没有去定义，他不敢把它认定为是一个必要保留的一个项目。另外，飞燕新村的开发案因为文化遗址甲树木的保留问题，引发多次开发的争议。周边居民大部分拢无同意开发，议员建议透过多次变更的手段，变更为公园预定地来作为保留，希望该案卖个继续拖延落去。但新闻加深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12届的台南市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上午由副市长张正元甲台南市身心障碍国民运动委员会共同来到延平准龙寺，一方面敬拜祈求比赛过程平安顺利，另外一方面也进行点圣火仪式，由主办委员接下副市长点起来圣火，并传到每一位委员的手中。那今年的这个圣火点燃呢，除了圣火点燃之外，我们还恢复了过去的圣火传递，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想这个圣火能够传递出去，象征的是一个薪火相传，那也象征了我们运动员生生不息的运动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一点今年能够恢复非常好了啊，今后啊。那台南在身心障碍运动的这个表现上也是有目共睹啊。那我们在今年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我们是得到总亚军的啊，稍微输给台北一点点啊，稍微我们大概得了84面金牌，58面银牌，还有59面的铜牌，一共得到201面，我们把控201面的奖牌，这非常不简单了哦。一支一支的圣火也转交到身心障碍运动员的手中，向前公营。也欢迎民众10月29号到永华田径场为732位身心障碍选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过去的溪浜，特别是后壁区，都是以传统做事为主。不过现在结合生物科技等技术，又搁加了一项香菇的智慧栽培，同时选定新东国小开始培育人才，合适学生拢当学习种香菇的高经济作物。对这学校以比赛方式来试种，也让看出学生拢相当有兴趣。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13到15度。然后旁边放个水盆，让它保持湿润。咱即马来开始来第1年的执行。如果咱这个成果除了种菇以外，未来咱嘛搁伫沉香，包括要安怎加入到咱的这个生产线，亲像做豆油等等这物件。我相信这是咱农业结合到产业。安尼的一条链，安尼的话者，互咱伫农村或者青少年，因自细汉就了解到农业是不止干那伫产业的传统工作，是会当加上到生技、生物等等这种智慧型的产业，嘛有钱赚，安尼咱的农业会发展到有未来。该项太空包培育香菇的产业，都有机会欢迎培育，嘛互未来农业升级再来新的希望。其实这嘛是因应一档产带高达36.8亿的香菇，受到全球暖化等冲击，产量甲产带拢降到4成高，所以走向微生物的科技是必然的方向。台湾香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量降低了，还有2个原因，一个是它的种源太狭窄。所以刚刚我们张主任提到说，我们现在在各地呢开始收集这些种源。另外一个就是，会生病，因为是全球暖化的关系。那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菇菇包本身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必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结合良善的业者？我们从这里，然后呢再辅以，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用微生物能够导入，那不是去喷药，是用微生物让这个菇蕈呢本身更强壮，所以这是我们
对，又安全又强壮，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透过3国学的共同努力，未来除了香菇以外，也有城乡导游等4档的农业计划，要互溪北成为有特色的物产，并且甲现代智慧科技结合的新农业。智慧新闻编辑郭国义采访报道。好，我们再一次。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来自南区林兴大温溪厝顶5个社区50个长辈时代，中昼时组织做伙，难得享受一顿摆餐的青草，而且各有员工亲自替阿公阿嬷切牛排，场面相当温馨。伫1999中这进前，互长辈会当有一顿青草，这是伫议员吕维英的牵线，出席餐厅头家莫以为爱心回馈。头家表示，第一摆回到故乡开店，就有机会参加敬老社区关怀，相当感恩。读书的时候就有针对服务这块区块，就是有在做一些善事跟一些行为这样。只是说当现在长大了，能力有了，然后在高雄也是算发展的还可以，然后想说回来台南针对。台南的那个乡亲政府这边做一些回馈，因为小弟本身是台南人，对，所以说想说取之于台南，然后用之于台南，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做事情。在基地小区服务的议员刘维英过去的时常接触参像莫以为这款爱心的企业家，点点为社会贡献加付出，嘛就处抛砖引玉。其实我过去来自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所以其实我特别感谢这种爱心社会企业。可以默默的长期付出，然后关心我们地方的这个弱势族群。那所以我这次特别感谢莫老板，在重阳节的前夕，这个跟我们台南市政府长照中心来合办关怀独居长者的活动，邀请这个附近的长者一起来共餐，让长者相当的开心。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跟他合作，包括这个协助他这个照顾弱势儿少啦。或者说单亲家庭等等的一个部分，来进行更多公益的活动。会中小局长嘛高调致意，并且以家属时代请安问好，同时伫百会人士的陪同之下，颁发感谢状和爱心的头家。议员表示，除了26号宴请南区以外，27号才邀请安平区的长辈，各互因共款感受社会温暖。但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安平区民主社区发展协会发起点亮安平计划，办理社区欢度中央节甲万圣节，结合在地居民甲业者，共同举办安平万圣节的活动，规划了万圣市集、甲挂花灯、化妆游行等等，希望带动安平的亲子休闲娱乐。文都社区结合了那个安平区老街所有的店家跟这里的居民呢，共同举办了点亮安平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办过拿那个弹弓游街的活动。那这次配合这个各店家再来办这次的活动呢，社区全力配合，还有商圈呢也一起努力来为这个地方打拼。希望我们能够创造新的安平百老汇的局面。大家的话非常的出钱出力，把这次的活动办得非常的棒，有很多的赞助商。那我们希望今年呢，我们在下午3点的时候，3点到5点有一个小老板市集，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5点到6点呢，我们有一个晚餐。
那6点到7点半是我们重头戏，我们有夜闯这个安平老街，对，大家可以提灯笼，然后来逛逛我们老街。那有老师专人导览这样子，那欢迎大家来参加哦。安平万圣节的主题活动将伫10月28号登场，活动当中规划了万圣市集，来当免费入场，也有店家提供免费的餐点、伴手礼甲抽奖，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参加。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西西湾科普嘉年华由市府经发局指导，成功大学、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市湾创专等单位共同合办。期待透过算科学实验，鼓励学生以好奇、创意甲勇敢的实验精神，在趣味当中学习。很高兴我能够帮忙把这个活动协助把它push 出来那这个让很多的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科普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个参与孩子自己的参与跟动手做来，包括一些实验。那搞不好未来我们里面搞不好会出了一个爱因斯坦，也很难讲。对，就是一个诺贝尔得主也很难讲所以这是咱的期待我们这次展摊的内容的部分的活动主轴，再配合现代化的 AR、VR， 到现场去，你会发现打卡人数当天会突破非常非常多人，所以我真的很期盼这些好朋友，你们今年都已经在这么长时间支持我们，更感谢议员这次也是大力挺力者。那我们更期盼就是利用我们这些很棒的记者先生小姐们，你们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有机会在28、29也看得到你们，甚至让这些云嘉南移，因为我们从云林里面的学校一直到屏东的学校都来了。所以因此我们就希望借助小孩子这种特色的这种东西，然后再结合 maker 跟科普的这种元素，搭配108课纲的这种主轴精神，我们要的绝对不是只有小孩子跟家长，我们还有要的是你们的精神支持。西西湾科普嘉年华活动10月28、29两天，将伫永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登场。现场有各种好耍甲刺激科学试验，而且完全免费，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佚佗。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包括目睭看袂清楚、容易跋倒、容易有不明的痛痛、认知功能不足等等的问题，这寡拢是老人症候群的症状。医师表示，年纪愈大，退化状况愈明显是正常，但犹原爱寻求专业医师协助，用整合性的医疗来减缓退化的状况。它的范畴很多，那包含说像跌倒，那忧郁，或者是说像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就是说这个失能，甚至这个体重过轻、失禁、疼痛或者是压疮等等，其实都是老年症候群的范畴。不过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说，当中有一些老年症候群，其实它一旦出现的时候，其他后续常常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这个疾病的恶化，甚至这个一些不好的这个恶性循环，甚至最后造成这个死亡的这个瀑布，这个死亡的这个变化。所以说有一些是特别要注意的。依着相当紧的速度迈向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医师也呼吁爱更加重视老人症候群的症状甲问题，才会当让老大年人保持着良好的生活品质。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基美下中心举办106年偏头痛朋友会，21号上午伫嘉义国际会议厅举办，吸引不少朋友参加。现场邀请专任医学科、神经内科、药剂部、营养科等专业医师甲朋友来分享新的知识甲治疗方式。虽然造成偏头痛的原因无明确，目前在麦当透过肉毒杆菌提供患者一个新的治疗方式。肉毒杆菌为什么可以治疗在偏头痛？那目前的真正的作用机转还不明。因为其实偏头痛的真正的发病原因，他也还不知道还没办法确定。那这个是因为在之前就是肉毒杆菌都用在医美，那在整形外科在国外的时候，帮病人打肉毒杆菌的时候，发现这群病人他有偏头痛问题的话，他是大幅的减少。所以因为刚开始这样才发现说，偏头痛的治疗可以用肉毒杆菌来治疗这样子。
那所以它真正为什么肉毒杆菌可以治疗偏头痛它的真正的基准目前还在研究当中。虽然卫生福利部今年通过肉毒杆菌会当用伫治疗慢性偏头痛，不过健保署也未确定介绍，所以病人也是需要自费。台南新闻林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